今年台南文旦比赛已经是第9届，经过2个月严格评选赛程，比果园嘛比水果本身，嘛互台南文旦的水平一档比一档进步。其中有一条适合对77位参赛者当中，颁发龙顶、优顶以及头顶奖等24位，也有一位特顶奖，才由满岛农友郭李春梅摕下文旦王。其中一面品尝，一面强烈推荐中秋送礼上好的水果。这个皮这么样的细致哈，那里面的果肉这么样的鲜艳哈，所以说非常非常好吃。而且文旦是一个健康的水果，健康的果品，欢迎大家来9月29号中秋节吃文旦，配合咱的连土族的迄个肥料。就是讲搭配的吼，阮嘛研究真久，到研究甲配合甲会好势。台南文旦因为土壤第一条件适合文旦生长的优势，加上农友的栽培管理技术不断提升，所以旁边的滋味互人印象深刻。另外，郭国文团队嘛结合企业持续协助农民行销，透过中秋的送礼，那能够多多享用我们麻豆官田下营的麻豆文旦。那在企业媒合方面，我想也要感谢郭国文委员一直在媒合我们的企业，帮助我们这些业务农。现场所有得奖的柚仔，伊的品质一定拢是水平以上，所以对外观、形体、质地甲重量等条件，农会总干事嘛要教大家经文旦的小撇步。不要那个泡头，就是尖尖那个头的话，可能会比较是新长。然后像这一颗很标准，然后它摸起来毛细孔是很细的，这个就是最标准的。然后还有它的底部这边会有点凹，那这凹的话就是代表它是已经成熟了，所以这是很标准的一个挑文旦的一个办法。罗桥提醒大家，因为满豆文旦品质保证，所以想要选买得奖农友所栽种的卡手就要紧，也无已经供不应求。但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